6月15日，港媒曝光咗呂良偉28歲侄女呂倩婷嘅近照。由於馬國明、岑麗香主演嘅新劇《寶寶大過天》尋日首播，飾演幼兒園老師嘅演員正係呂倩婷。不過佢嘅戲份非常少，只係喺結尾出現咗幾秒，而且全部都係遠攝嘅鏡頭。但係仍然睇得出佢嘅美貌出眾，身材好好，係一等一嘅大靚女。可惜嘅係出道已經5年嘅佢，一直都係喺 TVB 劇集入邊做茄喱啡。呂倩婷嘅爸爸叫做呂良國，佢亦都係一名演員，曾經喺亞視效力過一段時間，但係發展遠遠比唔上佢哥哥呂良偉。無奈之下，佢只能夠淡出娛樂圈，轉行賣保險。呂倩婷好細個嘅時候，爸爸媽媽就已經離異噶啦。佢同姐姐同埋伯父一家住埋喺埋一齊，由伯爺伯娘照顧，所以佢同呂良偉感情相當好。早年佢仲擔任過伯爺嘅助手。由於經常係睇住伯爺出入，有媒體誤傳佢哋姊妹兩個係呂良偉嘅女。無奈之下，呂良偉嘅富婆老婆楊小娟只能夠開記者會替老公澄清。受到咗伯爺嘅影響，呂倩婷對娛樂圈五光十色嘅生活好感興趣。喺2016年，佢參加咗 TVB 對手舉辦嘅選美比賽，但係未能夠攞到好嘅名次。之後佢就投考咗 TVB 藝員訓練班，簽約成為 TVB 旗下嘅藝人。喺呢幾年嚟，佢陸陸續續出演咗10幾部電視劇，但係全部都係路人甲、同學月、黑人丙等一啲小角色。為咗尋求突破，年初嘅時候佢同 TVB 約滿之後，佢就冇再續約啦，而係選擇離巢北上發展。